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明仔啊。今期節目咧又同大家嚟講翻中山保利朗悅嘅4代住宅啦。嗱，點解又講翻呢個小區呢？因為呢個樓盤啊，即將要加推最尾一棟嘅139方啦。咁就係呢個3號樓嘅一個位置。咁之前咧好多朋友講啦，阿明啊，咁我而家睇開晒中山嘅4代住宅啦。咁龍湖咧又已經售罄咯，綠城咧又升咗價。睇嚟睇去咧，好似保利相對嚟講比較符合我嘅要求啦。嗱，首先又係大嘅品牌開發商，後期嘅物業咧又係本身保利自己嘅，相對嚟講個質素咧應該都唔會差到去邊嚇。咁而家我睇翻3號樓呢個位置咧，應該點樣去選擇呢個樓層？大約嘅成交價又去到幾多呢？嗱，今日呢條片咧就同大家嚟分析下呢一個小區嘅3號樓呢個位置，睇下到底值唔值得去入手啦。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，大家可以俾個支持，關注下明仔嘅呢一個賬號啦。咁廢話唔多講下，直接進入主題嚇。咁首先咧，其實3號樓呢個位置咧，綜合嚟講，我覺得佢係優於旁邊之前賣嘅4號樓同埋5號樓個單位嘅。因為之前4號樓、5號樓，我同大家分析嘅時候就係話，你而家目前選擇翻舊城區咧，因為本身周邊嘅小區啊都係比較密集嘅，所以當其時睇4號樓、5號樓嘅時候，我提醒大家就係旁邊有一個名門世家嘅小區，咁樓盤與樓盤之間嘅距離咧都係只有20米嘅，所以當其時建議大家去睇選擇4號樓同埋5號樓嘅時候，我建議大家先去旁邊嘅名門世家實地去睇下呢兩個樓盤之間嘅距離，如果接受唔到咧就放棄嘅。咁依然咧有好多買家咧都聽咗阿明嘅建議，咁去選擇咗實地去踩點之後咧，後面係放棄咗4號樓同埋5號樓嘅。咁今時今日睇翻3號樓，會唔會個情況會比較好少少呢？其實我覺得咧3號樓呢個位置依然都會存在流動與流動之間對視個問題，因為3號樓旁邊咧依然都有4號樓同埋2號樓噶嘛，咁中間嘅呢個樓間距咧依然都係只有20零米嘅，而且4代住宅佢嘅主人房咧，即係譬如話你揀翻西邊戶咧，佢都係響西邊最側面啊嘛，如果揀翻東邊戶咧，都係響東邊嘅最側面嘅，所以本身主人房之間個對視個問題依然都冇辦法去解決。咁點解話3號樓會優於4號樓同埋5號樓咧？係因為佢嘅樓間距相對比較闊下。咁我哋從成個衛星地圖嚟睇啦，呢個樓盤嘅北面咧，呢一邊係屬於一個康逸華庭嘅，即係以前嘅舊嘅步梯小區啦。咁既然係步梯小區咧，都唔會起得太高嘅，都係7、8層高嘅，所以對3號樓呢一個位置基本上就唔會話形成個景觀同埋採光一個遮擋嘅。並且咧後面係沙江區呢邊係屬於一個農貿批發嘅市場，所以周邊嚟講嘅話，基本上係冇高層嘅嗰啲建築，所以都唔會話形成遮擋北向嘅呢邊嘅一個採光視野啦。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睇翻我哋成個樓間距，咁你對比翻啦呢個小區3號樓嘅最闊嘅樓間距咧係去到52.7米嘅，然之後最窄嘅地方咧係響呢個位置就46.2米嘅。咁相比之前嘅4號樓同埋5號樓嘅呢邊嘅距離咧，其實係已經闊咗有10米嘅個闊度嘅，所以相對嚟講咧3號樓呢邊譬如話我比較中意景觀，比較中意採光視野嘅，其實3號樓因為樓間距比較闊嘅情況下咧，佢肯定係優於4號樓同埋5號樓嘅嚇。咁另外咧，如果係選擇翻呢一個小區咧，目前咧大約個定價咧就係去到270萬去到290萬嘅一個成交價㗎嚇。咁響呢度選擇樓層上邊咧，阿明仔都俾幾個建議俾大家啦。咁首先咧，如果我哋選擇東邊戶咧，其實我覺得最好嘅樓層係15樓左右嘅嚇，東邊戶呢個單位。點解咧？係因為本身呢個3號樓呢個位置咧。嗱，佢來自於東邊嘅呢邊嘅採光咧，你依然都要考慮翻，即係日頭嘅時候，旁邊5號樓可能會形成一個遮擋嘅嚇。譬如話太陽啱啱出嚟嘅時候，朝早9點鐘、10點鐘咧，可能3號樓呢邊低樓層少少嘅，佢個採光會形成呢個遮擋嘅。所以建議咧，一般係選擇15樓以上，相對嚟講個採光會比較充足少少。另外咧，如果係選擇翻西邊戶，咁好多朋友擔心就係西曬個問題啦。咁其實呢個3號樓咧，大家都唔需要去擔心嘅，因為2號樓同埋旁邊側邊嘅1號樓咧，晏晝嘅時候咧都會形成一個遮擋嘅一個角度嘅，即係下晝嘅時候唔會話形成太大嘅一個西曬啦。咁當然咧，你買得越高嘅情況下咧，因為個太陽光咧，譬如話去到晏晝2、3點鐘嘅時候，佢
高起嚟嘅時候咧，你依然都可能會有少少西曬，所以選擇翻西邊戶嘅情況下咧，就建議大家選擇15樓打下嘅。咁如果係睇翻景觀嘅情況下咧，因為你如果買得太高嘅情況下，你可能就係抬頭望翻天空啊。如果平時嘅話望出去都係12號樓嘅呢個流動嘅主體，一唔係就望翻5號樓或者望翻1號樓，咁都係望翻流動主體，你其實係望唔到嗰個小區園林嘅。所以如果從園林嘅角度嚟講咧，就係建議大家選擇翻稍微低少少嘅，譬如話10樓以下啦，或者7、8樓呢啲樓層咧，其實都幾好嘅嚇。咁綜合嚟講咧，3號樓呢個位置咧，其實唔建議大家去買得高嘅嚇，因為本身呢個樓盤嘅定價咧越高係越貴，性價比相對比較低少少。咁你反而揀翻低啲嘅樓層，可能第一個，哇！我嘅園林視野，我睇出嚟個景觀會比較開揚、比較開闊。咁其次嚟講咧，性價比都比較高嘅嚇。咁 OK 啦，如果大家仲有關於呢一個項目嘅3號樓呢啲問題嘅，大家都可以隨時揾到阿明仔嚟諮詢嘅嚇。